即係如果你用腳前掌跑步咧，你翻步會好快脆，即係嗰個頻率會快啲嘅。如果你用腳踭滾動佢咧，就會慢啲，但係你個步係大好多嘅。呢度咧嗱，如果你哋唔介意，可以企身睇都得㗎，因為可以做一個示範俾你睇，或者企前啲冇問題。因為我通常我去講座都係啊，可以圍住晒嚟睇佢哋嗰啲。咁點解有咩原因咧？因為嗱，第一就係、如果我哋用腳前掌跑步啊，好多，因為我唔知啊，即係我自己本身跑步就係企嗰啲唔緊要啊，可以企嗰啲咧，可以嗱，係啦，即係睇唔到啊，企出少少唔緊要啊，因為依家即係經驗分享嘅，大家都係係咪先？點解我哋會咁做？嗱，第一嗱，如果我哋用腳前掌跑步嘅時候咧，我哋通常咧嗱，腳前掌跑步個膝頭哥差唔多同你嘅腳係成一直線，所以咧你好多時你點解你話會膝頭哥受傷，就喺度原因。如果你用腳踭跑滾動嘅時候咧，咁樣落嘅時候咧，嗱，你就將你嗰個震盪力咧，就差唔多擺咗喺鞋後面，即係鞋踭嗰度震，即係緩震啦。有咩分別咧？就係、因為我要攞少少嘅先，因為有張廁紙啊。嗱，即係我譬如咁樣擺落嘅時候，嗱，即係腳咁短嘅啫。同你講，如果我用腳踭跑嘅時候，我唔止咁短喎，你睇唔睇到？我哋跑長跑最少都跑10000公尺或者42000公尺啦。如果你每一步啊大一個腳掌，個距離就越嚟越大喎。你唔好以為即係好簡單嘅嘢，即係你個計數嚟計好分別好大嘅啊。同埋第一咁樣咧，我哋嘅力咧就唔會喺擺膝頭哥。點解嗱？你睇下啲其他運動，打籃球啦、網球啦、羽毛球咧。壁球嗰啲全部好多時佢哋雙膝頭哥，因為佢咁樣撲個波捽嗰時候咧，嗱啲力集中咗喺度，所以你跑步個姿勢令到你受唔受傷？嗱，第一樣嘢，第二就係鞋嘅問題啦，緩唔緩震就係咁解啊！嗱，你有啲人好標榜，即係依家好多牌子都係啊，有啲話反彈力啊，嗱反彈力咁唔好處就係、你踩落之後咧，譬如你身體有100磅，你可能到你咁樣踩落嘅時候咧，可能變咗200-300磅，嗰啲力唔會走咗去嘅喎，係反彈翻上你嘅身體嗰度喎。咁睇你喺邊度中啦？一係你係頸不前肌受傷，一係膝頭哥受傷，一係你腰受傷，或者去到個頭受傷。所以你睇我哋消防員，佢哋即係救嗰啲咩喺空中跳落嚟嗰個人咧，佢個氣墊都唔會泵滿晒氣嘅，佢而家泵一半到，你跌落嚟藏咗落去。如果泵到滿嘅時候，一跌落嚟佢又嗰個彈翻你上去。嗱，呢個就係有呢啲分別。嗱，咁樣呢度清楚咗先。嗱，同埋我哋跑步，即係我自己跑步咧，個上身係向前傾嘅。但係依家有可能跑步咧就好直，有時直不甩。有啲人寒背啦，有啲會咬我都未定嘅。因為點解大家可以一齊做嘅？大家喺一齊做嘅時候，你感覺下，如果你點樣捉到前面寒背咧，你都冇動力嘅。如果你將你個人挺咗之後咧，將個上身拱到前面，好多已經做得出嚟。所以有時我哋唔需要太過大動作去做嘢啊，因為如果我哋跑步，我哋向前啫嘛。如果你將條腰一拱過去，你已經會走㗎啦。如果你個身挺住喺度，你冇動力嘅時候咧。你唯一一個方法就要靠隻手啦，梗係戳手啦，大力啲啦，係咪？咁你先抽到你腳出去嘅。所以如果用到運用到咁樣壓用住佢嘅時候，你根本唔使用力㗎。你只不過隻腳一拎起放落去就一步，所以你嘅動作會好細。因為有啲就可能會標榜話